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2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央启动社会主体政策，咱台南市分配着1200户的包租代管计划。未来厝头家将享有房屋税等减免，甲修缮奖励。另外，厝卡则是会当用市场租金的8折或者是9折来租着厝。为今仔日开始招募厝主甲厝卡。由中央所推动的社会主体政策是以20万户作为目标，其中将兴建12万户，其他8万户则是用作为代管。对102年度开始，第一档1万户由6到7班，其中咱台南市的分配着1200户。商务市长亲自向符合资格市民报告这项好消息。咱即马台南就有6万多个6万6千的空，算是接近空屋了啊。这些度假中介是讲，迄叫做低度利用，就是水跟电都是基本费，好，表示无咧大，好，要是讲有时候去迄个厝头家可能去开一家开个店，啊，开个电灯，有人带人看厝总是要开电灯，好，或是开个水，好，所以这些低度利用就有6万6千户，啊，如果能够善用把这些低度利用的民间的这些资源，啊，来加入政府的这些公益的公益的这个行列，啊，或者加入政府属于社会福利的行业，啊的这个行列了哈。那我想这个是好的政策，好，比完全政府自己盖新的住宅来出租，第一个会快，第二个这个也把善用民间的资源。同时，市府1月份买建甲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签约，未来厝头家将享有房屋税、地价税甲所得税减免，以及修缮的奖励金等等。欢迎有兴趣的厝头家加入这项计划。一般的房客如果你具有条件的话，你房租有些可以打7折、8折，也有打到5折。那房东的部分你也当一盖做出来这个3档3档这内底咱这个代销业者会帮你这个3年的这个房租大概要付给你所以你唔免去烦恼讲列出这个房客常的这个问题。那另外还有很多优惠包括有些这个税捐的优惠房屋修缮的这个补助等等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利多条件。同时，未来厝卡买当用市场租金8折或是9折来租着厝。另外，若符合低收入户顶弱势，政府也有额外补助租金，算的实际负担市场租金只有5折。但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为了让台南市三会进前的幼童会当享有坐亲子活动的空间，市府社会局持续结合资源，设立亲子悠游馆。预计3档内将设立10间，上午第4间就伫林德区后壁里成立。由副市长吴宗英等贵宾代表揭牌，场面热闹滚滚。位于林德后壁里老人文康中心的4楼，经过整修以后，整个170平已经变成适合3岁进前幼童所使用空间。主要是公部门专业协调、开放资源的结果。所谓7条名导师等教具，嘛是红海基金会捐赠100万的爱心，内容相当丰富多元。加上以后委托昆山科技大学来管理，整个环境甲设备拢好，相当放心。这亲子幼儿馆它有很多那个积木，它会对小孩子有一些建构式的一些帮助，然后对小女孩。那里面有一些那个角色扮演的，所以他现在处于这个阶段，所以我会多带他来这边玩这样子。对家长来讲，对你们会比较轻松一点，而且这边还有一些别的玩伴这样子。市府表示，为了让3岁进前的幼童有适合的亲子活动空间，对县市合并以后，就透过亲子幼儿馆的设立来加强服务。除了进前伫新市安平甲嘉义以外，今日伫林德启用以后，预计3档内也有10间的新馆要开。为什么要去开亲子馆？主要是
有建议了哈，少子化是国家的危机哈。那台湾在少子化这么严重啊，在2035年有可能哦，台湾整个人口数会荡到2000万左右哦，所以为了父母亲有一个亲子的环境，让儿童更愿意快乐成长哦，我们极力来推展长照或者是我们的亲子馆。那最主要就是有80%以上，将近90%，那我们都是自己在家照顾，可能是妈妈，可能是祖母，那自己在家照顾。那照顾的一个需求，他们在家里，那总是需要让孩子有一些图书，有一些玩具。那我们亲子悠游馆就是提供这样的场地，提供这样的教具、玩具、图书，让亲子可以每天都一起来这边游戏共游，那共读，那我们盼望能够建制越来越多。那这个是我们的第5家的一个亲子悠游馆。那未来我们的期待是能够在台南市3年内至少有10家以上。会中市府强调，结合各种资源，都希望提供市民更加侪照顾后一代支持，而且完全免费利用，欢迎市民多多利用。新闻官及郭国义采访报道。民进党市长初选愈来愈激烈，市长参选人陈廷辉、黄伟哲、甲颜顺泽伫连续假期分别成立后援会。其中陈廷辉完成37区最后一块版图，黄伟哲东区后援会，这是首次甲立委林俊宪共台。颜顺泽这是由幼教团体小天，离市长参选人王定宇，这是发表一支一台车吐规台南的影片。市长参选人陈廷辉为去年9月份成立头一个营养后援会，一直到1月20号倒来在地成立北区甲中西区，下当讲是正式完成大台南37个行政频道。现场除了有民粹有活动，甲民进党新北市主委吴天走讲，会长陈廷辉也分别授旗，予中西区甲北区后援会会长，并接受各文团意见去上问。陈廷辉表示，完成37区的频道，未来将把握9月的时间公布拜票。这个成立，咱是希望讲会当发挥着倾听的功能吼。咱的后援会就是听所有咱人民的声音，来成为咱拿督所有规划的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会继续倾听，甚至我们走进去到每一个地方，了解每一个人的需求，再把它合并在我们的蓝图当中，做最佳的一个规划，在未来成为我们市政非常好推动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继续走。这1个半月将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刻。另外，会中更有曾经担任热清的竞选团队5人核心小组之一的王明成徛台相听。王明成表示，热议长曾经亲自表示，未改列这次的初选。伊表示，莫因为派系来降低热议长的关度。就伫王明成讲这句话以后，想要到过顶港21号伫黄伟哲东区后援会成立大会上，首次出现立委林俊宪甲市长参选人黄伟哲共台。林俊宪表示，这次前来不但是东区立委情谊，另外也代表热清的传承接棒的意义，并亲自将当初热清的参选市长的政绩交予黄伟哲。赖清德，请你先赶紧啊！交予黄伟哲，都要请戏团林俊宪代表赖清德，把战旗交给黄伟哲。咱大家起来，来勇敢前进，你讲对不对？打起这个打，爱为咱的市民来谋福利，爱接受赖清德的精神，爱接受咱所有咱台南市的市民对咱的照顾，来为民发表，你讲对不对？黄伟哲表示，接下这个政绩，不但爱承担重担，未来也将秉持良性竞争、团结信念，争取市民认同。另外，东港成立后援会的各市长参选人颜顺泽，因为颜顺泽提出脱英甲有利政策，得到不少幼教团体支持。21号特别成立幼教后援会，由台南市一个幼儿园、托婴中心甲保姆等团体共同组成。颜顺泽对授旗予总会长，并一一授证，希望为咱市幼儿政策建立一套良好制度。
接续甲一个参选人较无共的，市长参选人王定宇，这是推出一支一台车土规台南影片，因为五条港新农街出发，一路经过南关线，又坐左镇山区到七股将军滨海顶点。21号转来到五条港之一的信义街，一间西高见民宿举办发表会，跟不少文书工作者甲粉丝到收听。这条西高堤当时是5条港，它的船运的一些废弃的东西从那边排泄而走哈，所以它是一个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就像台南，我们希望把台南的文化深层的底蕴，透过政府的陪伴跟协助，让台南成为一个文创完成梦想的城市。我们准备好，我们也有政策，我们希望能够让台南因为文化、因为文创，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都市。就参像影片所讲的，王定宇以南西更加故事为例，首先起厝就参像市长规划市政同款，什么救家，就是互后代子孙永远生活的所在。希望借由这支影片来甲大家分享。电视新林根采访报道。由车崁里长黄伟典结合一寡文创业者共同成立的巴拉巴拉文创基地，20号下晡正式揭牌。现场包括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也到场祝贺。未来该地点嘛是黄伟典的议员竞选总部。由于参选后界北区加中西区议员选举的现任车崁里长黄伟典，20号下晡选伫车崁文化园区附近举办总部成立大会，现场也佮结合文创业者设立巴拉巴拉文创基地，希望为文创业者发声。今仔日这立委员未来市长面头前，我要替咱这文创业发一下声。我希望未来。咱会当甲重视着咱中西区，咱不管是老屋新力，还是民宿业，还是文创业，这个重要的证件，希望咱秘书长会当甲咱关心，咱更投入一些心思在给他们身上，不管是交通的议题，还是种种一寡开发的议题，这拢是咱非常重要的。等于遮再次感谢咱足侪好朋友伫遮。巴拉巴拉目的是我的助理沈文婷沈小姐，伊一手甲咱规个团队家己去创造，家己去发挥出来。代表的就是文创业创造的目标努力的所在，所以希望未来的日子，咱在场咱各位好朋友，恁若有啥物想法，想要发挥，想要来互阿展意见，阿展绝对当第一时间，甲咱为着市长报告，互咱的未来发展会当更较好，咱来创造咱中西区公共的经济。现场邀请文创业者甲市长参选人黄伟哲共同甲无。黄伟哲表示，虽然伊甲黄伟展只有一字无同，不过两个人早伫顶一届竞选连任的时阵熟悉，加上黄伟展的亲小弟也叫做黄伟哲，所以三个人的关系也真密切。市长参选人黄伟哲表示，参加这场成立大会，会当讲是上届无政治味的总部成立。但是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款节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限制购物用塑胶袋仔政策，伫今年1月1号正式启动。有关部门、饮料店、药局、册局以及连锁商店等14类场所作为限制对象。市府也带头伫办公场所推动环保袋仔回收再利用。市府环保局为去年7月开始宣导，并且伫今年1月1号限制购物用塑胶袋仔政策启动动工。由环保局长林建山带队，展开收破抽查14类行业，总共171间店家，
稽查结果发现大众对着这个政策拢非常认同。除了要求各界配合以外，市府也以身作则，规定市府的员工袂当早一改性的塑胶袋啊进入办公室，也伫演华以及民地市政中心成立代代相传的柜台。好由市府同仁协助回收，也有多处使用。配合环保署今年推动这个限塑的政策，那我们市政府预计从3月起，就会在我们两座的明志跟永华中心，那设置这个代代相传的回收柜。那由市政府的所有员工来配合这一项政策，那尽量在外出购物的时候，还有这个买早餐、午餐等餐点的时候，都能够使用这个环保回收袋，那不使用店家所提供的塑胶袋。那这是我们目前市政府预计配合环保署全国的政策，那我们率先带头来示范。市府鼓励员工莫使用一改性的餐杯具，也有塑胶袋啊，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落实减塑新生活运动。也呼吁全体市民爱护地球，大家做伙来。电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议员林美燕邀集这个善心单位所开办的寒假中餐助动计划，已经迈入第3档。今年不但为原来服务的南区扩大到安平区，而且佮加上200块的豆豉礼券。对真侪弱势家庭来讲，囡仔营养午餐费用也算是一笔真大负担，因此必须寻求家长会或者是社会资源协助。而虽然后来教育局特别编列预算补助午餐费用，但也是相当有限。尤其每个寒暑假学校无提供营养午餐，做的父母也爱出外工作，囡仔中昼顿也成为一项问题。所以，议员林美燕就邀集这个善心单位，做伙开办寒假中餐助动计划，将爱心传送到南区甲安平区。所以这次真的也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些像我们的协办单位、主办单位，我们这些爱心的基本的团体、爱心团体愿意站出来，就协助大家共同来筹组经费。那当然。我们就是这几年我今年是美燕扶助做第3年，做第3年第3年的过程中，我们有看到有很多有一点爱心的人士，一属性，他也虽然能力不是说很，但是他马些爱心，500、1000，我们有看他拿到服出来，真的，我想这就是代表一个爱心啦。我们不是要志在你捐赠多少。这是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的下一代。这次的助动计划为南区扩大到安平区，并且伫大拿、盐埕、万里甲安平设立取餐的点，方便学童就近领取便当。预计有13间国小、4间国中、甲1间高中参与计划，总共服务175位的学生。另外，佮特别加码赠送200块的豆豉礼券，予学生用来购买文具，为学习加分。但新闻扎山王子豪采访报道。农历12月8号是佛陀得道的日子，佛光山南台北院特别提前选伫假日举办腊八粥响宴，邀请市民共同享用。佛光山南台北院为了庆祝佛陀成道纪念，20号上午特别伫南台北院广场举办分送腊八粥活动，吸引不少信众甲市民参加。南台北院总主持满洲法师也带领信众祈福，并且开示。法师表示，纪念佛陀悟道，腊八粥用8种的谷米所采落去控，用证佛陀八正道，希望民众分享佛陀正道甲福慧。佛光山每年在这个时候为佛陀成道纪念，我们会煮腊八粥，用8种谷米蔬菜象征八正道，再加上佛前加持的大八咒水，熬煮腊八粥。我们希望每一个享用到这碗腊八粥的人，能够得到佛陀的加持，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现场总共准备10万碗的腊八粥，分送给台南市弱势家庭、独居老人、教育院、甲各机关团体、市民等。希望这碗充满欢喜的糜，会当温暖大家的心灵。台南新闻民间彩虹报道。由准约主神文教基金会甲胜利以及电声电台共同举办的岁月友爱嘉年华会，21号上午，伫个小北仔成功夜市广场举行，吸引不少市民甲公益团体参加。以公益为出发点的岁月友爱嘉年华会，今年已经迈入第11档，现场总共设有60个单位，提供非营利机构免费摆档。希望募集各界爱心，陪伴非营利机构岁月寒冬献爱心。我们每年办这个活动，是我们公司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对，我会继续办下去。那么我希望讲明年会更较大啊，更较大场啊。所以今年我邀请一寡少年的，增加一些新的活力。我希望借着大家共同的努力，把我们的活动办得更好。明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范围再加大一点点，让更多的台湾人的参与。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让我们的爱心活动办得更完美、更成功。这边有真好的机会，多咱接受到军力文教基金会的帮衬关注阮弱势的民众的一个米配，互伊暗时这几天透早探拢较凉冷。会使感觉到真温暖，所以伫个遮呢，我嘛来代表着咱北区咱的民众来感谢着咱准艺文教基金会的帮衬，互咱遮个弱势的民众会使感受到咱社会温暖。伫开幕式除了有华兴社区甲影像舞蹈班的舞蹈表演，现场也有基金会董事长李明威，高龄98岁妈妈，完整150层的羊毛被。和天主教台南教区、北区区公所、甲惠民启智中心服务的对象以及独居的长辈，整个活动温馨满满。台南新闻民间彩虹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40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7度到24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